有一个数字，如果我说出来，很可能会让您完全重新审视过去10年来的减重方式。在一项大型研究中，追踪了超过1万名60岁以上的长者，时间长达10到20年。研究发现，那些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做有氧运动的人，肚子上的脂肪几乎没有减少。但是那些只改变了一个饮食习惯的人，内脏脂肪却大幅下降了。两组之间的差异有多大？内脏脂肪的减少差距超过70%。这个数字让很多医学专家都感到震惊。什么是内脏脂肪？它不是你能捏起来的那种脂肪，而是包围住肝脏、心脏和肠道的深层脂肪。这是最危险的一种。当内脏脂肪过多时，它会释放出发炎物质，影响全身的健康。现在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，这样您就能收到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观看这个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输入数字1。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如果您现在就关掉这个影片，很可能您会继续做那些让内脏脂肪增加的事情。在这个年纪，只要心脏周围多一层脂肪，就足以让手术和急救变得危险好几倍。我在临床上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。但这不是您的错。几十年来，大家都只说要多运动，却很少有人正确解释饮食的重要性。更少人告诉您，60岁以后，身体的代谢方式已经和年轻时完全不同了。您可能会想，我已经吃得很少了，为什么还是瘦不下来？或者，我每天都在运动，为什么肚子还是这么大？这些问题，今天都会有答案。今天，我要和您分享7个步骤。这些步骤是按照容易做到极其重要的顺序排列的，特别为60岁以上的台湾朋友设计。这不是什么神奇的减肥药，也不是要您花大钱买保健食品。这些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的方法，而且都是您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做到的。有一个步骤，它几乎占了整体效果的一半，而且这也是大多数忙碌的医生没有时间详细解释给病人听的步骤。如果您想知道是哪一个，请一定要看到最后。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想让您了解，为什么年纪越大越容易用错方法减重。在过去10年里，您是否曾经试过每天散步，减少吃饭，少喝奶茶，但肚子还是没有变小？我见过太多台湾的朋友每天绕住大安森林公园走，沿住海边骑自行车，或者清晨练气功。他们流了很多汗，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但是他们还是得放松腰带，爬楼梯时还是觉得累。更让人沮丧的是，有些朋友甚至比以前吃的更少了，但体重不减反增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。把血液想象成车流，血管就像高速公路。当内脏脂肪越来越厚，路就会塞车。如果只是加快速度，做有氧运动，却不清理那些停住不动的车，问题是解决不了的。事实上，当您只做有氧运动而不调整饮食时，身体会发生一些您意想不到的变化。首先，长时间的有氧运动会让身体产生压力荷尔蒙，特别是皮质醇。这种荷尔蒙会促使身体储存脂肪，尤其是在肚子上。其次，当您运动后感到很饿，往往会吃得比消耗的还多，结果适得其反。第三，60岁以后，肌肉会自然流失。如果只做有氧运动而不补充蛋白质，肌肉流失会加速，代谢率也会下降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谈论您需要运动多少分钟。我们要谈的是怎么吃，什么时候吃，吃什么才能让脂肪自动释放出来。
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，但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您的身体有一套内建的系统，如果您吃对了时间和食物，它会帮助您燃烧脂肪。但如果吃错了时间，即使吃得很少，身体还是会把食物转化成脂肪，特别是肚子上的脂肪。这就像在错误的时间给植物浇水，再多的水也救不活它。接下来我会从最容易做到的步骤开始，一步步带您走过这7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也是很多人忽略的，就是调整吃饭的时间。同样一碗卤肉饭，如果您在早上8点吃和晚上10点吃，身体里的荷尔蒙反应会像白天和黑夜一样不同。研究显示，到了晚上，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会大幅下降，这意味着更容易把食物转化成肚子上的脂肪。同样的食物，同样的分量，但结果却天差地别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我们身体的自然规律。就像植物需要阳光才能生长，我们的消化系统也有它最活跃的时段。那么，60岁以上的台湾朋友应该怎么安排吃饭时间呢？建议的时间表是这样的：早上6到7点起床，7到8点吃早餐。这个时候，您的身体刚从睡眠中醒来，代谢最旺盛。中午11到12点吃午餐，这是一天中消化功能最好的时段。下午6到7点前吃完晚餐。在太阳下山前结束进食，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消化。让我给您一些具体的例子：早餐1碗粥加鸡蛋和烫青菜，或者1个小包子配无糖豆浆。您也可以吃地瓜配水煮蛋，或者燕麦粥加坚果。午餐便当，但减少饭量，多加蔬菜和蛋白质。比如说，原本吃1整盒饭，现在只吃2/3，剩下的空间用青菜和豆腐填满。晚餐汤、蔬菜，少量蛋白质，少吃或不吃淀粉。比如说，1碗清汤，1盘炒青菜，1小块蒸鱼就很足够了。重点是什么？我不是要您马上吃得很少，只是改变吃饭的时间。光是这样，肚子上的脂肪就已经开始接收到不同的信号了。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您的身体有一个内建的时钟，叫做生理时钟。这个时钟控制住您的消化、代谢和荷尔蒙分泌。当您在对的时间吃饭，这个时钟就会帮助您更有效地燃烧脂肪。但如果在错的时间吃，特别是晚上很晚才吃，这个时钟就会混乱，导致脂肪堆积。很多台湾朋友习惯晚上吃很丰盛的晚餐，有时候还会去夜市吃宵夜。我理解，这是我们的文化，也是家人相聚的时光。但这些习惯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真的需要慢慢调整。您不需要完全放弃这些习惯，只需要把时间提早1点。比如说，原本9点才吃晚饭，改成6点；原本10点吃宵夜，改成偶尔下午3点吃点心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把晚餐时间提前，看看1个星期后有什么变化。很多人告诉我，光是这个改变，就让他们睡得更好，早上起床也更有精神。让我和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陈太太68岁，住在高雄，肚子很大，准备要做手术。医生要求她在手术前快速减少内脏脂肪，这样手术会更安全。但陈太太因为膝盖痛，没办法做剧烈运动，她非常担心。于是我帮她调整了饮食，特别是增加了水溶性纤维的摄取。这些食物包括地瓜、芭乐、苹果、燕麦和豆类。仅仅4个星期后，她的腰围明显减少了，肝功能和血脂的检查结果也改善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她的精神变好了，不再那么担心手术。什么是水溶性纤维？
简单来说，它就像肠道里的海绵，它会吸收多余的糖分和脂肪，然后喂养肠道里的好菌。这些好菌会产生一些物质，帮助身体减少发炎，并且促进脂肪燃烧。在台湾，哪些食物富含水溶性纤维呢？蒸地瓜、燕麦、扁豆，如果您吃的话，红豆、芭乐、苹果、亚麻籽、芝麻。让我给您一个一天的范例，确保您摄取足够的水溶性纤维。早餐：燕麦加亚麻籽和水果。午餐：少量的饭，加上半碗豆类或根茎类蔬菜。下午点心：一颗芭乐或苹果。如果您想更精确地了解自己吃了多少纤维和卡路里，可以使用手机上的应用程式，只要拍下您的餐点，就不用再猜了。我知道改变饮食习惯不容易，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。但是水溶性纤维真的是一个简单又有效的方法。很多病人告诉我，增加这些食物后，不仅肚子变小了，排便也变得更顺畅，整个人感觉轻松多了。试试看吧。从明天开始，在您的饮食中加入一些这样的食物。很多朋友来看诊时会说，我吃得很健康，只是偶尔喝一点少糖的奶茶而已。但是当我看到他们的血脂检查和腹部超音波结果时，却发现完全不是这样。今天我要和您分享4种在台湾很常见的亚健康食物。这些食物看起来好像没问题，但其实会造成发炎，并且让脂肪堆积。第一种，精炼植物油。这种油常常出现在油炸食物、零食和快餐里。您可能会想，植物油不是比动物油健康吗？但问题是，经过高温精炼的植物油会产生很多自由基，伤害血管，也让内脏脂肪更容易堆积。第二种，隐藏的糖。奶茶、瓶装果汁、优酪乳饮料里都有很多糖，即使是少糖，含糖量还是很高。一杯中杯的奶茶，糖分可能相当于10颗方糖。第三种，白色淀粉。白饭、白面、白面包，如果一天吃太多，会让血糖快速上升，然后快速下降，让您更容易饿，也更容易囤积脂肪。第四种，全脂牛奶和奶油。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，每天喝这些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，因为我们的消化系统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强壮，过多的脂肪会增加肝脏的负担。我不是要您完全不吃这些东西，而是要学会替代。改变不需要很痛苦，只需要一些小技巧。油尽量使用橄榄油，或者在少量烹饪时使用芥花油或酪梨油。煎鱼的时候用一点点油就好，不要油炸。糖，慢慢减少奶茶的甜度，选择小杯的，不要每天喝。如果真的想喝甜的，可以改喝无糖红茶加一点蜂蜜。淀粉，减少饭量，增加蔬菜和蛋白质，把一部分换成地瓜。比如说，原本吃1碗白饭，改成半碗白饭加半碗地瓜。牛奶，选择低糖优酪乳或低脂牛奶，分量要少，或者改喝无糖豆浆，营养一样好。只要3个星期减少这4种食物的摄取，很多朋友就会发现腰围变轻了，睡眠也变深了。有些人还发现原本容易胀气的问题也改善了。记住，改变不需要一次到位，慢慢来，一步一步，您的身体会告诉您答案。今天选一样改变，下周再改另一样，这样比较容易持续。大部分60岁以上的台湾朋友，早餐几乎没有摄取蛋白质，中午吃得普通，晚上吃得最多。这种吃法会让肌肉流失，肚子上的脂肪反而增加。为什么肌肉这么重要？因为每1公斤的肌肉就像一个24小时不停运作的燃烧炉，帮您消耗卡路里，
云，即使您坐住不动，肌肉也在帮您燃烧脂肪。但是60岁以后，如果不刻意补充蛋白质，肌肉每年会流失1%到2%，10年下来就是10%到20%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自己吃的越来越少，但体重却越来越重。那么应该怎么吃蛋白质呢？有一个简单的公式，您的体重公斤数大约等于您每天需要的蛋白质克数，然后把这些蛋白质平均分配到3餐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您体重60公斤，每天需要约60克蛋白质，那么每餐大约需要20克。早餐，鸡蛋、豆腐，加上1小块肉或鱼。1颗鸡蛋大约有6克蛋白质，1块手掌大的豆腐大约有10克。午餐，便当里要有1个手掌大小的肉或鱼，1个手掌大小的鸡肉或鱼肉大约有20到25克蛋白质。晚餐还是要有蛋白质，但淀粉要减少。可以吃一些蒸鱼、豆腐或鸡蛋，配上大量的蔬菜。很多人会问，蛋白质吃太多会不会伤肾脏？对于健康的人来说，适量的蛋白质不会伤肾，反而是肌肉流失才会让您的健康出问题。接下来让我们谈谈碳水循环。这听起来很技术，但其实很简单。基本概念是不是每天都吃一样多的淀粉，而是有些日子吃多一点，有些日子吃少一点。具体做法：2天正常吃淀粉，饭面、地瓜都可以吃，特别是您活动量大的日子。如果您今天要去爬山、去市场买菜、做家事，就可以吃正常分量的淀粉。1天少吃淀粉，减少饭量，增加蔬菜和蛋白质，再加一点好的脂肪。比如说，原本吃1碗饭，改成半碗，多加1盘青菜和一些橄榄油。比如说，星期1和星期2正常吃，星期3减少饭量，然后重复这个模式。为什么这样做有效？因为当您偶尔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，身体就会开始燃烧储存的脂肪来获取能量。但如果每天都吃很少，身体会适应，代谢就会变慢。这种方法特别适合喜欢吃饭、面、水饺的台湾朋友。您不需要完全放弃这些食物，只需要聪明地安排。试试看这个方法，1个月后您会发现，不仅肚子变小了，精神也变好了，爬楼梯也不会那么喘了。在我们的身体里，有一种物质扮演住像开关一样的角色。当它被启动时，肚子上的脂肪很难长期停留。但是肚子上的脂肪越多，这个开关就越弱。这种荷尔蒙叫做脂联素，它帮助脂肪离开细胞，然后被燃烧掉，同时也帮助肝脏减少制造新的脂肪。可以说，它是身体里最重要的燃脂荷尔蒙之一。更有趣的是，当脂联素增加时，身体的发炎反应会降低，血糖也会更稳定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减重后，不仅肚子变小，整个人的健康状况都改善了。那么，什么食物可以启动这个开关呢？第一，富含脂肪的海鱼。蒸鱼、鲑鱼、沙丁鱼，这些鱼含有丰富的 Omega-3脂肪酸，可以直接提升脂联素的水平。建议每周吃2到3次。如果您不喜欢鱼腥味，可以用姜片、葱段一起蒸，或者用味噌煮汤。第二，坚果，南瓜子、杏仁、芝麻。每天吃1小把，大约是您手掌捧起来的分量。坚果不仅能启动燃脂开关，还能提供好的脂肪和矿物质，帮助稳定血糖。第三，好的油，冷压橄榄油用来拌沙拉或淋在蔬菜上。记住，橄榄油不适合高温烹调，最好是凉拌或低温使用。第四，偶尔吃一点黑巧克力。
可可含量超过70%的，一天吃1到2小块。黑巧克力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，可以帮助启动燃脂机制。这些食物在台湾都很容易买到。您不需要吃很特别的东西，只需要聪明地选择。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会说，我不喜欢吃鱼，或者坚果太贵了。但是想想看，如果这些小小的改变能让您的健康改善，能让您的肚子变小，能让您减少吃药，是不是值得试试看？而且您不需要一次全部改变，先从一种食物开始，比如每周吃2次鱼，然后慢慢增加其他食物。记住，健康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。今天做一点改变，明天再多做一点，日积月累，您会看到惊人的效果。现在我要和您分享最重要的一个步骤，这个步骤几乎占了整体效果的一半。有一项研究把60岁以上的人分成3组，每组吃的卡路里都一样。第一组从早到晚随意吃，第二组采用16-8段食法，但吃得很晚。第三组采用16-8段食法，但吃得早，在下午就结束进食。结果，第三组减重最多，腰围也减少得最明显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血糖、血压、血脂都改善了。什么是16-8？就是一天24小时里有8小时可以吃东西，16小时不吃。但重点不只是时间长短，而是什么时候吃。研究发现，早点吃完所有食物，让身体有更长的时间休息和修复，效果最好。如果您早上6点起床，建议这样安排：7点吃第一餐，可以是丰盛的早餐，不用担心吃太多，因为这是一天的开始。11到12点吃第二餐，这是您的午餐，也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。下午2到3点吃最后一餐或点心，可以是一些水果、坚果或者1碗汤。下午4到5点之后，只喝水或无糖茶。如果真的很饿，可以喝一点温水，或者吃一小片苹果。记住，这不是要您极端地挨饿，也不是要您快速减重，这是重新安排您的进食时钟，让荷尔蒙来帮助您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您可能会觉得有点不习惯，特别是晚上不吃东西。但是给自己1个星期的时间适应，您会发现身体自然就习惯了。而且很多人告诉我，采用这个方法后，他们早上醒来更有精神，白天不会想打瞌睡，晚上睡得也更好。现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，这7个步骤里，您觉得哪一个最容易做到？我建议您选择1到2个步骤，在接下来的7天里实践。不要想住一次做完所有的事情，慢慢来，一步一步。然后回来看我们的下一个影片，我会分享更多实用的技巧。如果您身边有60岁以上的亲友，请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他们。健康是最好的礼物。也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您打算从哪个步骤开始，我会一一回复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祝您健康。